说什么？你知道山海忌讳吗？什么山海忌讳？他开始行动了，地球会有重大变故。我甚至不能保证，明天来找你，你还存在。你是谁？调查者。你现在说的我根本听不懂，而且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这可是军营。特权。如果你想聊什么，就好好说话。我发现你有可能是关键人物，所以我们会持续关注你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时刻要留意。我，给你机会，重新说。我的权限暂时只能说这些，但是我可以给你看一幅画，保证我不是随便说说。